標標冷知識 Watch Here 由2000年開始，專立喺日內瓦市中心一棟建於1892年嘅建築裏面，打造集工作坊同展覽空間於一身嘅鐘錶殿堂。品牌自行生產高達95%嘅零件，每位工匠都負責由機芯組裝到錶殼裝嵌嘅完整步驟，最後再交由專立本人作最後檢測。2000年問世嘅 Chronometria Solens 成功將共振原理導入腕錶，透過兩組相互干涉嘅擺輪精準修正誤差。2001年推出嘅 Octa 自動上鏈機芯，就具備長達120小時嘅動力儲存同多種複雜功能。2003年 Tourbillon Souffleron 進一步加入跳秒功能，更令品牌榮獲2004年 GPHG 最高榮譽金指針獎。同年以漫遊式小時顯示為特色嘅 Vagabondage 系列面世，不落俗套嘅酒桶型設計成為鐵粉心中嘅另類神作。2007年，革命性嘅 Centigraphy Souffleron 問世，可以測量至1%秒，同時將計時功能獨立於走時系統。2009年 ，FP 將推出 Chronometrabla， 以極難加工嘅鈦金屬錶殼搭配迷人嘅鮮藍色錶盤驚豔錶壇。同年亦埋下咗一段跨界合作嘅伏筆，著名電影教父嘅導演哥普拉獲贈妻子挑選嘅 Chronometria Solens 開始對品牌着迷。下集我哋會再講講呢位電影大師同製錶天才係點樣擦出火花。